遮咱要介绍另外三个有哪参鼻音有关系吼，即三个音，即三个音你若咱若讲硬要用迄个华语的波泡沫波吼，即个有一点仔接近，即个么，即就是迄个吼，即是这是介趣味啦，咱别人我毋知影咯，我国小迄阵咧学这注音的这符的时阵，永远分袂清楚即两个有啥无共吼。但是台语内底吼，即两个分了诚清楚，咱等下看就知影。基本上即六个母音吼，参即三个，伊若做音的尾，你会当斗出遮济种组合。毋过事实上，台语内底有一寡音是无的吼。等者我写以后会甲大家介绍讲有几你一开始咧学白话字的时阵，你会感觉硬摇的所在。咱先来看觅。第一排即个暗吼，即个无啥问题，即个是暗安吼，安心的安，即个物件暗内的暗，即个翁吼，海翁的翁，这无啥问题。过来呢，咱若即个伊啊，你当然吼，先讲吼，我即摆先写一寡物件，内底有一寡是毋对的，等下我会甲大家讲。即个是音，音乐的音，即个音，即个音。但是即个等者爱解释吼，咱白话字毋是安尼写，等下甲大家讲。过来即个 U 呢，即个 U 啊几排吼，咱温甲以我真头壳想会到吼，若有啥物毋对所在，还阁麻烦大家指教吼。即个温有即个音啦吼，即个物件我真头壳内底想无讲有敢有即个音吼。即个我嘛想无，即个温吼，温慧的温，即个有。若即个 英吼，这内底嘛有几个，等者爱改掉吼，等者来甲大家讲。若你即排咧，即两个字吼，又搁转去参咱头一段迄个讲迄个的迄个意思共款。咱即个吼，接即三个伫台语内底应该是无音，无遐音啦吼。无迄个用接迄的音，所以咱共款即两个吼，咱就毋免写一个，咱就用即个来代替一个，咱用即个来代替一个，所以咱就会写小头准讲有诶话啦吼，即个是即是以我真伫教材内底看者吼，我真嘛想无讲即个音伫台语内底倒位吼，即咱就暂时甲跳过。即安尼写吼，有一寡所在真趣味吼。即个第一呢，当咧学习白话字的时阵，即个所在你会卡掉，因为事实上伫教会罗马字内底，即个音毋是安尼写，即个音是安尼写，伊是写英，即个读起来嘛成英，即个嘛是英，即两个有啥无共吼？你有诶人一直无拄则就是讲我是安那袂当用即个英吼，我所知影诶台语罗马字若像已经改成即个啊。我个人是安尼理解吼，你咧读即两个音诶时阵吼，即是音，即是音，你迄个伊咧发音诶时阵，你诶舌甲你诶喙内底迄个较扁。你要读英甲英诶时阵吼，像我即个发音迄英，你一开始即个头一个母音，你诶发音就已经伫较难后底，伊毋是伊接扁诶音，伊是英吼，敢听会出来？英甲英。所以我个人其实学了以后，我搁反倒头当来看，我感觉安尼写其实嘛真合理啦，安尼嘛真合理吼。搁有一个搁愈趣味，即两个物件吼，伫罗马字内底，伫教会罗马字内底，伊嘛毋是安尼写，伊会安怎写呢？伊会甲即两个吼，我写互你看，即个变成安尼，伊毋是 M， 伊是M，吼，甲物件M物件M，即个呢烟，即个烟即个音吼，我伫较老一辈台语河洛人内底听因咧讲话吼，是讲一寡较文雅诶音吼，你会听因讲烟出烟吼，白烟。咱以我家己，其实我咧发音嘛是拢读烟啦吼，有出烟有白烟，我拢读烟。咱咧写诶时阵吼，伊会写做即三个字母。即个其实就是咱平时咧读诶烟，但是咧写时阵会写做烟
这嘛是你另外一个当地的困难。所以遮哩哩扣扣吼，遮济音哦，爱注意的，敢若即个所在，就是讲咱会用英，咱英会写即个字，袂写即个英。咱咧讲 n 的时阵，会写即个 n， 袂直接写 en 即两个字。上尾一个就是共款，咱咧讲王，比如讲咱有人姓王吼，王即个物件，咱就袂过去写迄个一点，因为即个音甲即三个组合伫台语内底无音，所以咱直接就是用伊来代替即个有乌一点的即个乌，所以你若看到即个是读王，读王，安尼就是会当甲遮所有的组合伫台语音内底有诶，应该拢会当甲写出来。